也做平安。即时咱敬拜时间已经到，请走到。我的神啊，你着真正专门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你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也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眼光在伫上帝。我的溃烂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恁正便是着时时，我搁伊伫伊的面前拼出恁的心。上帝是咱多闪的所在。撒迦的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6首。上帝赐伊独生囝儿，上帝赐伊独生囝儿。会众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这一当是家里有条来必为出世，杀之一故有顺白母真正已经爱呀的。你团都是你奔波，你家人的我，我的有感悄悄无休，咱的主莫会朋友，为着听咱民教世甘欢待。咱着以后修行完咱的平安，亲像一粒落雨晴之。
是你嘅定地安息。如果我搁再不义，天地就为我嘅己。你最满旁主是路，主是马，错难断你最作我来陪他的祷告，只管跳堂，叫你完全，难得笑脸，难得转，还主公义，还主仁爱，还主好应高平安。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个别的信仰。使徒圣经第14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撒迦利亚应，经文。第49篇，禅师也是以赛亚书55章。我来刻，来请会众来应。来，喙大的人才有水。善车人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米。恁若着开钱买袂吃得个物啊？恁准伊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顺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经济。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细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7别个所在会发相别，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同心来祈祷，这边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保守带领，互阮下次搁一摆组织伫主你的圣殿。而且，阮把这个时间来分别做圣，用虔诚的心、甲水的诗歌来学乐敬拜你。你是大有权能的主，圣洁尊贵荣耀的上帝。你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实在、真在、永远伫地的上帝。愿全地拢敬畏你的圣名。愿感谢你，为了听阮世间人找你的独生圣子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着阮的罪流血死伫十字架顶，用你国外的大能，互今仔信你救恩的人，带来永生的愿望，愿献出阮的感谢。阮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囝儿，阮着爱认识耶稣甲主个人，着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来为主做好的见证，着爱守主的诫命，真心真实真意来听主上帝，搁听主边亲像家己。也求主来听恁甲阮的教会，互阮兄弟会当三听三扶持，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来三结连，地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着照基督所让达人的恩赐，做主终身的罗卜，伫福音的时光，互上帝的福音应用这个所在。也求主赐福今仔日参加敬拜兄弟。暂时阮也少年，阮无来集体。既然两者身体欠满的，求主互因甲因的家庭有满满的平安。除了工作、读册当兵的，求你甲因同在，保守因出入平安。今仔日是台南圣诞节同献的主日，愿求主你纪念。台南圣诞节全体的老师同工，为了培养互主使用的传道人所付出的辛劳，愿求主亲自补足圣诞节的欠缺，祝福因手所做的圣工。当我们开始今仔日敬拜，求圣神亲自带领，也求主借着吴牧师来传讲你所原来在的信息，互阮通明白上帝的旨意。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万权能上帝，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圣子名来求，阿门。来讲答上帝的话，今仔圣经是有两位，第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旧约申命记第1章第1到第6节，华本的圣经是215页。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是187页，现在我来读《申命记》第1章第1节。摩西伫约旦河伫旷野所佛对面的阿拉巴，就是伫巴兰、多佛、拉班、哈西洛、伫撒哈地的中间，对以色列的众人所讲的话记伫下底。对河咧经过西尼山的路到加地斯巴尼亚有11日的路站。伫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一切所命令的，拢甲以色列人讲。第4节，迄时已经派赢徛起伫西实本的阿摩尼王西宏，甲徛起伫伊地来阿斯塔洛的巴山王国。摩西伫约旦河的摩亚地起头传这个律法讲：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何咧吩咐咱讲，恁徛起这个山已经久了。第2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9到20节，华本圣经是337页，台语汉语本圣经是268页。现在我来读彼得前书第2章第19节，因为人是冤枉，若是为着天良上帝来担忧，这是通恶恼。20节，因为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啥物好处？恁若行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的面前是通恶恼。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恶恼，咱请圣歌队来恶恼。今日恶恼是我是耶稣是我救主。
正道，咱请中立教会吴夫人牧师来跟咱正道。因今仔正道的题目是抗疫的性格，面对苦难的态度，咱请吴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代表台南信合义来到咱中间，甲咱请安。我相信伫咱中间拍算有侪人对我无熟悉。我先自我介绍，我姓吴，名富人。我过去捌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时，我拢甲学生讲我的名真好记，有一个成语叫做为富不仁，迄就是我的名吼，迄就是我的名。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因为伊叫咱做伙伫遮。我要请问咱大家，请问你今仔日早起是来到想看卖啊吼？对今仔日早起擘开踢开你的目睭了后，然后来到这个所在，你感觉你今仔心情袂歹？举手我看卖啊！好，我有看到，手放下。安尼这举手的人，我要邀请你大声。先互你边仔的人得到你的欢喜，所以请你向伊微笑，你头前后边的人微笑，然后甲伊握手，然后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真的哦，迄个举手的我有看哦吼，我有看吼，请主动哈，举手的人爱较主动的，你的心情会痒，爱互别人搁较痒起来吼。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来到教会。做礼拜第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当咱要面对上帝进前，咱爱先甲人三和。恁兜有读着圣经，圣经有安尼讲哦，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拍开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用阮所讲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前一段时间我有看好消息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大概对2、3当前真出名伫台湾基督徒的这个圈子内底真出名的孙叔叔开始咧录差不多3分钟到5分钟的一个短片。我毋知影咱大家捌看过无？这个短片主题叫做孙叔唱副歌。对，有人看过啊？有看过？举手我看卖好无？哦，你甲我共款吼，不要紧，来。这个孙叔唱副歌，我迄天看到迄个节目是安尼吼，孙叔叔的讲伊身体无爽快，所以去病院，互医生检查，所以迄天的题目叫做身体检查。伊讲。当伊去到病院的时阵，看到医生对伊的顶头，就是对伊的喙吼，弄一支管入去到伊的身躯内底。你咱知影迄叫做啥？迄叫啥？迄叫做那个照胃镜啦。伊弄一支管就入去到伊讲吼，医生佫无放伊煞，佫对伊的尻川佫弄一支管入去到，你咱知影迄叫啥？哦，恁拢知影，表示恁有经验对嘿。孙叔叔就安尼讲，伊讲吼，真趣味，敢若咱去高级餐厅咧食迄个烤乳猪，有亲像无？顶头一支管下骹一支管一支2支就烫起来对无？迄支就安尼伫迄个火顶头安尼。洗咧，迄只猪仔就烘烧起来，就真好食。亲爱兄弟姊妹，身体检查是一件真无爽快的代志，总是咱若透过一寡想象检查减轻咱去看医生了后的迄款的烦恼，所以伊上尾安尼回应，伊讲吼。真侪人因为先去看医生，身体检查了后，感觉真艰苦，因为医生拢会吩咐讲，你这会当食，你这袂当食，对无？对嘛吼？医生拢会安尼吩咐嘛吼？通常袂当食的较侪，对无？通常是袂当食的较侪，所以就感觉真艰苦，等于就互人歹面相看。互厝邻的人歹面相看。伊讲，
咱毋对，应该倒边起来想，咱爱安尼想，感谢上帝有人检查出我身躯有啥物款的病，即摆药会当帮助我通会好，安尼感谢上帝。总是若袂好的话，我嘛知影我要去倒位。主耶稣已经代替我的罪，将我带去遐。人生袂当避免的是，大家拢要行同一条路，对无？虽然咱无啥爱讲，咱逐个拢爱行同一条路。所以，不管你有偌侪财产，不管你偌大的名声，亲像郭台铭共款，上尾仔的境况，改成拢共款。那安尼，假使互主耶稣成做咱的主，即款的想法，面对咱就知影，迄个想法无共款，人生会加较趣味。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孙书唱副歌这个节目制作的目的真简单，是想要甲真侪位信者来分享福音。总是检测咱也会当对这个考乳猪顶头检测也会当得到一寡启示。当苦难伫咱也未想到的时阵就来，那安尼咱怎样来面对遐个苦难呢？有当时苦难就亲像考乳猪共款，一边煎了，搁煎迄边，对无？这边煎了，迄边搁煎。有当时煎起来，咱的人亲像打去，那安尼咱会用啥物款的方式、啥物款的态度去面对伊呢？伫咱今仔所读的经节内底，《申命记》第1章第29、第3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咱做伙来读。来，对何日经过西尼山的路，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日的路站，伫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一切所命令伊的，拢甲以色列人讲。亲爱的兄弟姊妹，事实上伫这段经节内底，就对咱讲，即群以色列人的境况，即群以色列人其实因有抗压的个性甲性格。什么会叫做抗压的个性甲性格？何尼山、何烈山，就是上帝10条话、10句话颁布，甲以色列人、甲伊的百姓立约的所在。因伫这个所在立约，恁要因偌久就行到上帝所要应允因的所在。加底斯巴尼亚。这个所在拄啊是一个假所在，意思就是这个所在行入去就是迦南地。换一句话来讲，上帝百姓行几工，11天就行到要入迦南地的所在。请问因行几冬？40天，有看到无？答案伫顶头。上帝百姓领受上帝的话，甲上帝立约，讲我要做你的囝儿，好，那安尼就奉上帝的话就出去啊吼。结果因行偌久，行11天就来到迦南地，要入上帝应允的所在。是安怎？因行40年，咱看到顶头第3节就对咱讲这个答案。到40天的时阵，摩西迄时。佮对即群伫旷野内底百姓讲话，有人会当互我答袂？行11天就到啊，总是结果40天因佮伫旷野咧说，表示啥物货？这40天因拢伫旷野咧说玲珑啦，但毋是说玲珑华语叫做绕圈子。检测有人听无吼？
意思就是，当因行11天来到，可见40年，这群以色列人拢伫旷野咧洗灵拢是安怎？是安怎？我是不是按到？还是上面有问题？不要紧哈，好，谢谢。是安怎？上帝一直互因洗灵拢，原因真简单的，这群人有旷野的性格。就是开40天，因中间大部分的人，拢无学着要成做上帝百姓的迄款的性格。所以旷野的性格有几项真明显的特性。第一项，拢理毋对啊，拢理啦。啊，你咱有时常听到这个话。咱做伙来读民数记20章第20到第4节，做伙来读后来，会众无水通啉，因就自责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啊，前阮的兄弟死伫耶和华面前，阮毋值伫迄时煞死，恁啥事带耶和华的会众到这个旷野？互阮甲阮的精神死伫遮，虽然伫旷野内底无水，敢毋是真正常的代志？敢有影摩西甲亚伦伊裤底仔藏水，讲无要互以色列人啉，有影？听我意思无？大家拢无水，那安尼？这群百姓是安那会伫遮烧钱，甚至亚伦、摩西攻击，甲因计较，甚至讲啊，阮毋值伫迄时就死啊！是安怎因要安尼？事实上，个人上帝互因大部分的人拢死伫旷野。咱知影，这第一代的百姓有啥物人？真正行入去迦南地，咱知影，约书亚2个尔，所以行入去迦南地，上帝应允的所在，剩2个啊，啊，剩的呢，拢死伫旷野，啊，真正死伫遐，互因讲着，真正死伫遐，互因讲着，是安怎？其实这叫做基本的态度问题，因为因有迄款消极失败的态度，因一直想讲啊，阮无通抗议啊，所以只好掠一个人拄笑啦。所以若考试考无好，迄个咱会听到咱的囝儿讲啊，拢你啦。啊，若出去佚佗。若发生什物车歹去，啊，就有人来讲啊，拢你啦，啊，出门也无咧修理车咧顾车，拢你啦，啊，敢毋是大家做伙坐一台车吗？大家做伙伫同一个所在，当咱去面对代志的时阵，咱会时常将啥物货撒互别人。咱会将咱生命中的迄款的怨妒，或是迄款的失败困境，咱就掠做拢别人毋对。实际上，即款的态度，更较亲像今仔的台湾啦。今仔的台湾，咱若拍开电视，咱就看哦，政治的迄个评论员吼，啊，规工拢咧评论，啊，评论拢人毋对，所以伊拢对。意思就是安尼。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叫做旷野的性格啦，对吧？这叫旷野的性格。啊，你有无？我要承认，我嘛有啦。第二，叫做我该人得的。咱做伙来读民数记21章第40到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章来。对何尼山起身，对红海的路去，要射以东的地。百姓为着所行的路，心不知锐志，就向上帝甲摩西讲：恁啥事带阮出埃及，
互阮死伫即个旷野，因为无饼无水，阮的心也真即个清淡的食物。好，这个第二个怨叹搁较无共款。第二个怨叹，即群百姓不知怨叹摩西甲亚伦，是毋是？咱摕到啥？因连上帝也开始怨叹落去啊。然后嫌的是啥物货？嫌的是啊，阮太食遮歹。你有读着无？因毋是无饼哦。即群人讲阮无饼无水对无？但有影啊无饼你搁会活？出来记16章。开始记载，当上帝百姓行伫旷野内底时，对迄时开始，上帝逐工除了安息日以外，逐工拢有玛纳甲安水。所以咱若直接读到上尾仔句，就知影因咧嫌的是啥？啊，太食遮歹，食了咧神啊对啦吼，食了咧神啊，太食遮歹。我要食较好诶，所以意思就是，因袂感觉因食着因有通食，就通满足啊。因感觉家己安怎爱食较好诶。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是旷野水真少，食物也真少，上帝所想事诶，可能惊到野尔。嘛无法度，互咱食到饱，无亲像咱今仔日讲凊彩去迄个吃到饱的餐厅食到饱，所以咱会安尼袂？咱会感觉讲啊，这我该人的，我该人得的，但毋是。对咱来讲，咱将生命中所得到的一切拢掠做，这我应该得的啊！所以上帝你欠我。啊，摩西你欠我，啊阿爸的阿母啊，你欠我的，我该认得的，我应该食较好的，对无？假使咱若安尼想，真歹势，安尼你搁住伫旷野内底。哇，宕机，好，不要紧。第三项就是今仔的经节。申命记第1章第4节到第6节，咱来读第4节到第6节，做伙来读哦。来，迄时已经拍赢，徛起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甲徛起伫以得来阿斯他洛的巴山王哦。摩西伫约旦外的摩押地起头传这个律法，讲耶和华咱的上帝伫何烈吩咐咱讲，恁徛起伫这个山已经久啦。亲爱兄弟姊妹，就算摩西已经带因拍赢，住伫迦南地的阿摩利王甲巴山王，即群人犹原对家己无信心。因已经拍赢，因捌拍赢过，所以因毋茫啥物货。即群人认为讲上帝你上好，亲像钢铁人，背伫我的头前，将头前的迄个头盖拢做掉。我毋免付代价，我就会当直接踏入你所应允的所在。安尼叫做啥物货？安尼叫做对家己无信心，对上帝无信心嘛？对上帝差遣咱诚做伊的百姓无信心嘛？就亲像时常咧听少年的讲啊，带一个有钱的，嫁一个好翁，减奋斗30年，干么样？你嫁了娶了就知，迄代价对迄时阵开始，当免付代价吗？就是我听少年讲啊，我一世人的毋茫对考到代上好医学院，考到咧。
我去年辅导一个少年家，甲伊祈祷，伊考到高考，真正即摆咧做公务员，我偷甲因讲，考了咧，伊嘛是逐礼拜祈祷回来找我来怨叹讲，伊这个工课拄着的太拢一寡老人。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咱生命的内底，其实咱可能每一个人出世了，咱都有抗压的性格，因为咱大部分的人拢咧坐一个山头啊，这个山头就是掠做，咱若有钱有权读真悬，咱若生到真水真缘投。安尼叫做人生的目标啦。坦白讲，我袂感觉这无要紧。我认为这是人生生命内底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伊是一个对家己有熟悉、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所教的祝福。所以，以色列人的抗压性格，咱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其实因只是习惯做奴才而已。因为因伫抗压总是心咧想的是埃及，是安怎？因为伫埃及做奴才上好的是，以免为家己的性命负责啊，是毋是？做奴才就是安尼嘛，我只要做工就有通食，对无？主人看主人面色就好啊，对无？所以因免为着家己来负责，所以抗压的性格讲起来，其实就是无想要为家己的性命负责。你若无想要负责，那安尼枉费上帝赏赐咱这个性命，因为安尼。上帝伫何烈山骹已经甲因命令讲，恁徛起伫这个山已经久啊。事实上，就是咧对即群百姓讲，恁爱追求改变，追求出发的机会。迄个时间已经到。假使咱若看无上帝赏赐的丰富，咱无法度享受上帝予咱的祝福。规工怨叹，咱讲的话拢是拢你啦，这是我家人呢。那安尼，咱就带伫抗压内底。所以上帝今仔日要对咱讲，咱应该出发，咱应该追求改变的时阵，因为咱徛起伫这个山已经久啊。因为安尼怎样对抗压行往迦南地？怎样有法度对抗压行往迦南地？检察彼得前书，彼得这位牧者，伊所讲的话，检察会当互咱一个参考。咱做伙来读彼得前书第2章第19节，咱做伙来读。因为人受冤枉。若是为着天良上帝来担忧，这是通学乐。我要逐大讲，这2节内底彼得连续学乐2遍。虽上现代中译本是安尼翻译：恁若体会这是上帝的旨意，恁愿意吞忍遐无应该担当的痛苦，上帝赐福恁。我较爱现代中文译本的讲法。咱若详细读这个顶下文，就知，因为这是彼得咧勉励迄群当时身份是奴才的基督徒。当罗马帝国统治迄个时代的时阵，历史学家估计，因至少掠上千万人去到罗马去做奴才。所以奴才奴隶买卖伫人类的历史内底，事实上存在几啊千年。所以
对古早的埃及开始，无一个奴才通自主，所以做一个奴才，伫伊的主人眼中，只是一个通买卖的财物。那安尼，你若做上帝的百姓，面对这款的困境，你要安怎？亲爱兄弟姊妹，对抗野要行入迦南地，要紧的是看见上帝的心意。咱若看无上帝的心意，那安尼，咱犹原做奴才，犹原对家己无信心，犹原怨叹别人。所以，咱若愿意了解、检测这个苦难，领教是上帝对我的心意。那安尼，当我愿意吞忍遐个我无应该担当的痛苦的时，是伫上帝眼中，咱就会得到祝福。彼得前书第2章20节，刷落去个安尼讲，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啥物好处？恁若行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面前是通学乐的。真正受苦，毋是因为咱犯罪来受责罚，真正受苦是咱行好的时，却拄着迫害。当咱感觉咱行伫正路，咱行好的时，咱却拄着遐个无道理的对待。当咱拄着这个，比着遐个做奴才、做奴仆的基督徒安尼讲，恁忍耐伊吧。爱明白，咱生命中真正的主人是啥物货？当咱明白生命中真正的主人，那安尼，即时的主人只不过是一时而已。虽上主耶稣也捌对伊的门徒安尼讲，伊讲：我的朋友啊，我甲恁讲，害死恁身躯了后，袂为做别项的，无得惊因。爱惊的是啥物货？主耶稣煞落去讲：我要指示恁所着惊的，着惊迄个害死了后。阁有关合伫地狱的，实在啊！我甲恁讲，所着惊的是这个。亲爱兄弟姊妹，伫这个世间有偌大权柄的人，请免惊因。爱惊的是迄位掌管咱生命、掌管天地的上帝。21节安尼讲。因为人受冤枉，若是为着天良，上帝来担忧，这是通学乐的。真歹势哦！这就是上帝，所以咱读到两段，拢是咧讲这项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做一个基督徒是学习耶稣基督模样的人。既然伊忍受一切苦难，爱相信，就是咱伫苦难中，上帝也伫暗中，也明明想事进行伊遐奇妙拯救的工作。因为安尼，请将你的埋怨、你的怨叹、你对家己的无信心，拢摕掉，将你交予上帝吧。因为安尼，咱通对今仔日的圣经内底，咱通读到啥物货呢？头一项，请爱的基节，当咱咧开喙埋怨的时阵，所以你若转去听边仔的人讲，啊，拢你啦，就是我家人呢，请你若边仔的人讲，特别你若想讲家己的心有这个怨言起来时，请对家己讲。有够啊！我无爱阁安尼来活。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9节到11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咱也无得弃主，因为因中间有人弃伊，就互蛇加死。
恁也无伫嗷嗷念，就亲像因中间有人嗷嗷念，就号召要来灭因。当因拄到这事是最尴尬，煞记载来警戒咱，就是这个世代尾的人。亲爱兄弟姊妹，我捌受邀请去到桃园感觉内底，为这个受刑人来洗礼。即摆目前负责这个感觉的事工，伫桃园地区是陈碧香牧师。伫迄个过程内底，因为我爱提早去，所以我会甲伊见面，然后阮会开讲。结束了后，阮也会做伙，所以伊甲我分享伊即几冬伫桃园感觉的事工。伊讲，伫这个做桃园感觉的事工的内底，有2个人，互伊感觉上心痛。伊讲，其中有一个伫感觉内底受洗了后，出觉了后找到头路。然后好好也伫教会咧服侍，总是甚至有当时啊，甲伊做伙去到世界去做见证。突然间有一天，这个人煞失踪无去，安那敲电话拢找无。然后1礼拜后，伊接到电话，警察爱伊去为伊来行告别式，因为伊食毒。过头来过身，然后伊厝里的人无人要插伊。亲爱兄弟姊妹，其实这叫做互人感觉真心痛、甲极端的泪。咱的心拢咧底啥？咱的心其实侪时阵拢咧嗷嗷念啦。咱的心时常咧嗷嗷念，然后咱的心。检查有可能，咱礼拜日来到遮，出去了后，咱就感觉，上帝管袂着我。因为安尼，咱的心会受侪的引诱，所以侪时阵，遐个住伫旷野有路在圣家的人，因才会规工埋怨，拢忍唔着。咱看袂到上帝已经赏赐予咱的，然后对家己、对上帝一点仔信心拢无。保罗安尼讲，伊讲即款的态度，到尾会带咱到死亡的道路。因为安尼，咱爱好好对家己的心讲，当咱的两者咧拄着苦难的时。咱爱对家己的心讲，有够后，我要出发了。上帝的话对我讲，我毋通阁停伫遮哦。第2项，咱若活了有够大汉吼，亲像我嘛活婆婆做伙啊。所以咱就知影，伫早期台湾的迄个演艺圈内底，孙越。是歹人，知影孙越捌做歹人的举手，我看卖啊。来，手放下，表示恁可能甲我的年纪可能差不多啊。哦，孙越一开始其实伊是歹人面，你安知影？伊拢做歹人超级的大反派，所以伊的面拿出来，囡仔拢会哭，你安知？歹人来。后来伊甲陶大伟甲张小燕演迄个真好笑的第集，所以伊的面变做真好笑。所以孙越这个面拿出来，咱看到伊够好笑的。我认为上关键是1981年，伊互陶大伟带去受洗，伊真做基督徒。伫迄当，伊分解。伫伊演出上高峰的时阵是1983年，伊演一出电影叫做《搭错车》，伊迄出电影得到金马奖上最佳男主角。总是我认为伊生命上高峰是伊1989年的时阵，伊宣布伊要退休。我认为伊生命上高峰是1989年开始。对迄个时阵开始，
伊真做台湾上出名公益的名人，甲上出名的基督徒。现在咱来问即摆少年家，你感觉孙悦面看起来安怎？亲爱兄弟姊妹，咱真少对一个人的面，对真歹到真好笑，到安怎？今仔日看起来充满慈悲、温柔、善良的面。有人咧讲相由心生啊，事实上我更较相信，迄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救赎的透放了后，伊了解上帝听，互伊会当搬过生命中侪代志，透过安尼。互伊才会当画出即款的面，咱免欣赏伊啊，因为咱拢是互主救赎的人。咱的面嘛，经过侪生命的改换，来到现在啊，所以请咱千万毋通去住伫旷野。连佛家嘛咧讲，人生苦海，生命世界拢有苦难。所以面对苦难，爱会记真，点彩主未散开这个苦难，就亲像保罗的祈祷，保罗是安尼祈祷，保罗安尼祈祷哦，咱做伙来，咱个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8节到第9节。为着安尼，我3摆求主，互迄个离开我。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够也。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可爱夸口我这的软弱，互基督的困难带伫我。因为安尼要离开旷野，要互你的面壳较好看，免去美容啊。请来相信主，常时相信主，爱真正相信到底哦。毋通住伫旷野哦，啊无你嘛是苦过面啊！爱相信主，常时学习行入迦南地，这才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有你的恩，阮就够呀。因为安尼是。你知阮实在有限个两者，求主帮助阮，互阮真正我靠你来活出得胜的人生。阮相信你必然要带阮入你所应允互阮的迦南美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就你的话，刻定伫我心。我今仔日要刷落去报告，真歹势，我爱刷落去报告。我代表台南新南医，但是我无想要搁继续讲啊，所以我要看，请咱看小看的影片来听台南新南医。以及看台南新南医的情形，请问咱在座有人去过台南无？有举手，我看卖有个人台南人咧，手放下。有去过新南医无？有哦，有好，新南医真水。咱等下会当对迄个空中看落去看到新南医，台南新南医迄个视域街的迄个走廊吼，咱做伙来看差不多4分半的影片。这伫迄个顶头翕落去，是伫个。过去迄个中迄个叫做玫瑰花园啦，即摆叫做喷水池。白桥咧创校，咱就有白桥咧
牧师真要紧的精神，就是伊无论伊的心思意念，全部拢奉献给上帝。这个奉献的精神，正做台南信仰的真要紧的精神。伫建楼，咱有一个黄宗辉牧师，伊和台湾教会连接伫普世，更较要紧是带台湾教会通过迄个背教运动来认同伫台湾这块土地。阮有一个口号，就是让南省更好。所以咱往往甲这个综合大楼，甲伊做拉皮的工作，配合这个咱的这个古迹的礼拜堂甲教室，会当互色彩一致。咱要甲综合大楼改名做阮洪在牧师的纪念馆。这是学生大，伫遮读册，伫遮礼拜。了后行到伫北校区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咱即马咧起做，这黄宗辉牧师的纪念馆。图书馆若起好，有赖影乡长老的这个教会史会放伫图书馆内底，甲总会的遐的档案会放伫图书馆的内底，咱会建做一个做好台湾教会史的研究中心。咱台南新学院咱往往伫即个校务内底来起做一个，每一个人伫遮拢会当自由。这嘛是黄宗辉牧师足坚持的对剑桥大学转来即款自由的即个学风，来好好来读神学，将来会当服务伫教会。更较要紧就是往往会当到伫一个真正需要我去的所在，用我的生命委身伫迄个所在，帮赞颂用人。认同这个弱势的团体，这就是献身。南心的精神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多正肉体甲受苦的人做伙。这个学校所训练的每一个代志，因拢爱阮甲这个土地连接。所以伫南心这3年的训练，搁甲足侪同学，阮做伙去关心足侪议题，互我对信仰的甚至有开始无共款的想法。手艺教会嘛是我一个足单纯的心情，就是讲我要入来看卖啊。虽然这拢是爸爸的好朋友、老朋友，毋过我拢毋捌因，我想要来认捌因。那个陈佳佳传道是陈博文牧师的女儿哈。因为因的接纳，互我感觉我毋是一个外人。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儿女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幸福。在南省的这个环境里面，告诉我们定根在这块土地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陪伴这个地方的人，跟他们一起受苦，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这也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那在神学院不仅是有神学知识的累积，那神学院也教导我怎么样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谦卑下来，怎么样委身在一个地方的服侍，而不是看那个地方有多少条件。那我来到我的教会，我大部分的会友是比较辛苦工作的人，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想，上帝你怎么样用你丰盛的恩典来陪伴他们？那我们尽我们的所能，用基督的爱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使我们因着上帝的爱能够彼此连结，也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能够彼此服侍，看见他们，也让我看见主在他们身上的样式。好，咱看到这的好不好嘛？看到这里就好，谢谢。拄好经最近毕业的学生，上时伫无共款的族群内底咧服侍。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知，新南义其实是教会一体，是教会若要勇壮，都爱新南义会当勇壮。因为安尼，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关心新南义，用奉献、用祈祷、用关心，互咱新南义日子更较好。多谢咱大家。三个人吟诗，圣诗第587首。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
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我不知明日会怎样，自怎路我要哪样？我无求，哪里可是个？有时阵黑暗淡薄，对将来我总茫茫，自可手别靠阮头，我你踏出脚步，你在我头前路。这是明日的高，这是我的名了，我心在主将光明日，依靠我一路行到，为一步那革命，亲像白金老腿，我坦荡那花就下去，那云彩灿烂光辉，对所在有眼跟我就无散，淹没一个地皮的彩虹的尽头，前山了甲自山的，这是明日的领导，这是我的名了，我心在主张光明日，依靠我一路行到，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遥远也是相依，既然主有一条车，伊也会互我照亮。地头前虽然有水花，有一个也有雨花，老有主引带我路走，伊都会甲我这看，这是明日的领导，这是我的名了，我亲在主将光明日，依靠我一路行到。会众请坐，这粒来奉献，咱请萧素娥执事甲赵美珠执事来施献。咱头一摆到教会未明了奉献的意义，咱请免奉献不要紧。
会长，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美国报国大生，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师师单的上后尾一啊。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两遍。因为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啥物好处？恁若惊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面前是通学乐。彼得前书2章20节，请。因为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啥物好处？恁若惊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面前是通学乐。彼得前书第2章第20节。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啥物好处？恁若惊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面前是通学乐。第2章第20节。掀开周报第一啊，咱顶礼拜的聚会的统计甲咱这礼拜甲后礼拜咱服侍的人员名单，咱切家己来看。第二啊是周间团契的聚会，甲教会过程，咱也请家己来看。第三啊是咱教会小组的聚会，咱请家己来看来参加。特别是3月28甲3月20是咱受难组周的礼拜。第四啊，咱小组的代祷。事项请来为着咱的集体来代祷。因为周报第5页、第6页，咱奉献的明细，咱请家己来看吼。然后毋对来向中心来更正。第7页消息报告本主日，咱今仔日是台南新郎医的奉献主日。咱真欢喜咱有真欢迎那吴富仁牧师来代表新南医来甲咱请安分享咱为着咱新南医来欠亏来奉献咱搁一摆来感谢吴牧师。咱中昼12点伫七公里。会议室来召开团队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第三，下晡7点，伫七公会议室来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第三，3月24，下晡5点半，伫七公会议室来召开大楼管理委员会。请委员来出席来参会。补充咱牧师嘛是去分派去南崁教会吼，南崁教会下主日3月25，第一是中秋主日，咱受难周会开始吼，请兄这来陪伴心甲主同心同行苦路。来参与受难周的活动。第二，咱后礼拜第一跟第二场的礼拜吼，咱举行圣餐式请兄弟来准备心。第三，后礼拜中昼12点，伫七公会议室来召开关怀部的会议，咱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教会消息。
第一，咱是兰州活动的牛角吼。第一，咱是伫咱同教会圣周小礼拜吼。伫3月28拜3，甲29拜4暗时吼8点到9点。第一点是咱这四楼的摆凳吼，形式是泰泽的诗歌默想甲祈祷吼。第二，联合的圣餐是伫3月30拜5暗时吼7点半。地点是嘉南长老教会吼。第二，咱4到6月的新阳宫的读经，智慧的入门吼，咱欢迎会友甲老办公室来领取吼。第三，为了互一较侪会友有服侍的机会吼，要提升咱崇拜庄严的气氛，咱传道部要招募会前领诗的人员。伫3月25下晡2点，伫七公音乐会时，咱请陈淑珍长老甲周慧玲老师来举办领诗人员的训练。第8是会前领诗应该有的态度甲技巧吼。那咱来邀请，咱若要有志吼，要去领诗，互师兄弟来参加训练。若要报名吼，那迄个宋祭堂吼，咱办公室宋祭堂干事来报名吼。第4，咱教育部奖学金的选择委员会的公告吼，咱对今仔开始吼，要开始接受奖助学生奖学生跟助学金的申请吼，甲后礼拜25吼。3月15中昼12点起吼，若要申请的活动吼，咱详细咱看咱4楼公布栏遐有公布吼。第5，新竹中会双年目久医学的讲座吼，日期是3月22拜4，伫早起时10点到下晡7点吼。地点是同教会，讲师是咱本会李应蔡医师吼，主题是上帝的魅力吼，温顺甲健康。报名费是每人700块，咱有提供中昼吼。要参加的，请余竹华姊妹也是来出来所的姊妹来报名吼。第6，本会第4月15要举行亚活礼拜吼。地点报名甲报名费，咱家己来看。咱即马请关怀部部长陈伟民长老来补充报告。喂，大家平安吼。咱大家拢知影吼，4月15有一个亚活礼拜，牧师会带领甲敬拜团会带领咱大家会众来做伙参加一个无共款的亚活礼拜，用无共款的方式，用活泼的方式，互敬拜团伫即个礼拜中间来扮演一个正要紧的角色。牧师要带领咱家己，传道部、行政部甲文化部来举办，即个亚活礼拜。受兰州了后，受兰州即礼拜，咱大家都毋好有足侪宴乐，但是伫4月15，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了解一下已经报名，请举手一下。报名佫真侪好，放下真侪佫还未报名咱拢总有7台车，7台车298位，即马报名呢有188，有8个人是自行开车的，所以咱即马只剩100位赶紧咱报名方式足侪种，即马若礼拜煞就赶紧来办公室过一来报名，有一个报名单报名单赶紧来摕来填写，一个人200块，物超所值爱赶紧。即个也是周报顶面周报顶面嘛有迄个8块 QR code。会当来扫一下，用你的手机扫一下，就会当来赶紧报名。即马所欠的我看大部分
咱成人有报，足侪咱青少年朋友拢还袂报，青少年朋友还袂报，那鼓励咱厝里的青少年朋友赶紧来报。复兴乡、复兴青年活动中心迄个所在非常的风景非常好，脚板山，脚板山风景真正足水。咱迄个所在有一个足好的场所甲咱教会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大小伫内底会有足好的礼拜的所在。嘛有一个餐厅会当互咱中昼伫遐食便当，外口佫会当互咱游山玩水，边佫有迄个商店街。伫迄天，咱身心灵拢得着健康、满足、喜乐赶紧来4月15报名后礼拜就要截止啊，要截止啊毋通佫等马上就行动以上报告，谢谢。请补充咱教会的消息咱2018年上半年度要受洗班，咱今仔日开课要请有报名受洗班的兄弟伫下晡7点伫7公日会室来上课教界的消息遮有新教界的活动性骚扰防治专题讲座第二是新竹中会妇女灵修部灵修关怀小型教会活动总会2018年我爱台湾宣告营伫郑州青年同工的活动咱这个活动的内容咱请大家家己来看以上报告毋知咱来请吴团员长老来介绍新的朋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搁一摆来感谢这个吴牧师代表台南新行院来遮来请安，咱各用拍拍，搁一摆到。我来介绍2位新来的朋友第一位是陈宝贵，就是吴瑞霞姐妹庆信会来引带，我怎先讲是讲第2个啦吴瑞霞、陈宝贵，请起立。伫遮吴瑞霞跟陈宝贵好，请坐。伊即摆住伫咱即个和平路啦，遮近仔尔和平路真近啦请咱中正区的区长也是讲咱商联团契会长庆中长老。是妇女团契的会长秀竹姐这会当引带，伊即摆一个人住伫遐有需要咱遮团契的会长来甲关心，来教会参加足侪活动第2个来介绍一个古月梅，就是邱珍娜，咱教会会邱珍娜的妈妈伊行动较无方便，无邱珍娜代表请起立伊即摆来住伫咱野手啦伫高雄来到咱桃园的蛇仔囝的所在啦来遮住伫遮，暂时住伫遮咱三甲来甲关心来倒以上报告，多谢。上营信息第399首。愿上主大人来，愿上主大人来。上一说，请吴牧师来接导。会长，请起立。我上主大仁爱，应定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大地应都在。主耶
着你，愿主你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己事，高应世代。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电乐密度。这粒咱来举行平安的咱请咱会友圣主隔壁来讲上帝听你，耶稣听你。